国语国文和自治能力。明报社论，1946年11月28日，228事件前3个月。既然是中国人，当然要学习中国的国语国文。陈长官在外勤记者招待会席上所说的意见，我们是可以赞同的。但是，若以国语国文的能力作为自治的前提，则有若干讨论的余地了。为建设中国的台湾，首先要使本省人学习国语国文，现在要实行县市长民选，危险得很。陈长官这样说，更说明，公务员中的本省人约有2万人，你于明年中使他们学习国语国文。但是国语国文不是1年半载就可以学会的，无论何种语文都不是这样的简单。倘若到了明年底，本省出身公务员的语文能力尚不够熟练使用的时候，到底要怎么办呢？假如这次的国民大会收了有中之美，優秀の美，制成宪法，全国实施宪政，难道台湾因为语文的能力不够，就要另聘善操国语、善写国文的人来代行自治不成吗？国内各地的事情，我们虽不十分明了，但是可以相信，在内地各省全体人民中，能操国语写国文的人数，未必比我台湾多。再进一步想，推行自治的最重要事项，并不只在语言文字，而是在于熱意和能力。有没有为国家、为民族着想的热情是最根本问题。关于这点，我们可以自负，台胞是不逊任何省份的。虽然对国内事情有些生疏，但这个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实。康诰曰：如保赤子，心诚求之，虽不中，不远矣。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。这段话出自《大学》，意思是周公姬旦跟侄子康叔姬封说，封你到朝歌去做魏国国君，要怎么对待那些殷商的人民呢？我跟你说，就和照顾小婴儿一样啊，你只要诚心诚意的对他们好，就算是结果没有那么刚刚好，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从来没有人要先学会养小孩，才去结婚的。那用问我们班门来弄斧，我们就要引这个典故来请教了。若说自治的能力、法治的精神，老实说，台湾人是无需过于谦逊的。比如这次的园林血案，有若干外省人说，这是一件地方的小事，和局外者的利益并不相关，何苦来得罪人？但是台湾人的想法却不一样，以为这奉公守法的精神，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获得的。如果被破坏蹂躏，大家不关心的话，则自治恐怕不可设想了。所以在各地方各团体都在开会讨论，一起响应起来。有这种精神，才可说有了自治的能力。我们相信，有政治眼光的人绝对不会以语言文字作为自治的条件。那么，陈长官的说话，可看作是要鼓励台胞们提早学习国语国文的意思。但是这种的发言，恐怕可能使一部分人们借口用国语国文能力来制止台湾人办政治。譬如中国化的问题，陈长官所说的是正当而且有进步性的，但却有一部分的人们拿这个来做辩护自己恶劣行为的护身符。所以对国语国文和自治能力的问题，是不得不阐明它的意义。